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中秋节，第二市长李梦燕19号伫东区因空关庙甲新化等各区区长的陪同，前往陆军炮校致敬中秋礼品，来慰劳国军的辛劳。同时，对着炮校将刷到关庙的重大发展，嘛明确表示108年将完工启用。市长李梦燕伫陆军炮击部参谋长陪同，对来参观野区炮兵的装备甲武器，对因训练有所表达肯定。随后见嘛是对着国军伫风台、航海甲地动当中，拢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抢救，表示感谢。利用这中秋来临，嘛特别赠送加菜金，而且一个一个亲手送上中秋礼盒，为了士官兵的辛劳。当然，对着烟空炮校将刷到关庙这项重大的中卫发展，市民拢相当关心。但是关庙官舍因为工期相短，单价相加，流标2摆。不过市长表示，该工程已经掌握伫108年完工的时程。那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发包，已经在施工。好，那么预计在明年底第一期就可以开放使用。那包括现在也在施工中的我们全市的这个图书馆的总图，也是利用第一期的工程，目前也已经在施工中。那图书馆的部分预计在108年也可以完工来使用，所以到时候我们台南市民就会有一个新的图书馆。那另外目前第2期这个85公顷，就是要等在关庙的新的炮校那边盖好。那新的炮校目前各标工程都正在施工，那也有的部分校舍在发包，那我们预估是在108年底左右，那边会完成，那这边就可以迁移，那接下来这边就会来做动工来开发。会中市长嘛以家己是台南竞赛身份向在场的官兵发话，欢迎大家退伍拢来台南定居，享受台南的美好。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防止毒品危害个人健康，市府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想要邀请侪专业医师，以及台南地检署、甲台湾精神灵保护会、台南分会的侪成员，伫新台病院门诊大楼进行反毒宣导。现场要解毒成功的民众，勇敢站出来呼吁已经染毒的朋友，爱接受正确的治疗来戒掉毒瘾。一起陪伴，用爱反毒。这场记者会伫咧新台病院门诊大厅举行，希望让较侪民众会当了解毒品对人身体危害。现场也展出侪1级、2级、3级的毒品，同时宣导志工也向路过民众说明，目前新形态毒品会用糖仔饼的包装来欺骗青少年朋友，家长一定要注意。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坚定反毒的立场，拒绝毒品的危害。所以毒品的问题不只是形成家庭社会的问题，也变成是治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造成恶化的因素。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应该要一起来跟毒品这个问题来宣战啊。其实呢，有时候小朋友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这个科学面呢，你以为是没关系的哈，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手法的翻新之下呢，我们可能这个爸爸妈妈呢，可能都需要有新的这个知识呢，来告诉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来离开那个毒品。现场有曾经有毒瘾、亲受毒品危害的民众出来现身说法，谈论伊的戒毒经验。伊也感谢市府甲医疗机构积极帮助，为行出新的人生道路。我一直很想戒掉这种东西，可是因为怕人家知道我
一直去找一些小诊所啦，然后西药房啦，种种的地方去。可是他们都只是帮你打点滴啊，或是加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药物，然后我一直没有办法戒掉。可一直到最后，我知道有地带疗法、美沙酮这种东西，政府，而且这种东西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前副市长前副市长帮中央。我曾经问过他的数据了，其实我们社会的毒品人口已经渐渐的，因为美沙酮这种东西已经逐渐的一直在减少了，而且市政府还一直在关心我们，而且我去喝美沙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因为我要先感谢的，也就是今天卫生局的老师小姐们能让我站在这边分享，也就是表示他们已经把我的标签帮忙我撕掉了，我已经不是一个烟毒贩了，我相信我的明天会更好。市府卫生局也再次呼吁，对来路不明的药物，千万唔通黑白试，也希望大家爱用爱甲关怀去陪伴受到毒品危害的人，帮助因脱离困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一群由东港社区长辈所组成的团体，为了将积极正面的态度带给社会，19号上午特别来到台南高铁站。以时下少年人流行的快闪舞蹈展现出活力，让不少旅客拢停下脚步来同乐。东光社区响应政府长照2.0的政策，成立巷弄长照据点，为社区的长者规划各项学习课程，让长者伫咧互相陪伴当中快乐学习。同时，因也组成神仙老虎狗活力团，以歌舞的方式展现活力。19号这天，一行人来到台南高铁站，展出因的学习成果。东光社区长照据点的神仙老虎狗活力团，我们这一团呢，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高铁沙仑车站，为各位表演。那我们一共有准备了6首歌曲。我们这一团呢非常的年轻，平均起来是78岁，我是最年轻的68岁。那么我们还有90岁以上的长者，我们带着很快乐的心情，把这一次呢当作我们是户外郊游。东光社区发展协会办这长照2.0呢，互咱一寡这老大人呢，有一个所在人去去，互咱季老师呢，伊真专长，也有手语，也有唱歌，也有跳舞咧，伊真专长，真认真。真牺牲。为着要鼓励长者走出户外，参与社区活动，东光社区也常常主动为长者来创作表演舞台，希望借此，让一寡长辈会当对表演当中得到成就感甲自信，让会当快乐到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长参选人陈庆辉伫今年母亲节发表第1支宣传影片《台南的走囝》。第4个月后，再度发表第2支行动政府宣传影片，并且亲自下乡，甲农渔民以及偏乡的居民交换意见，以行动力甲决心，要让政府成为民众的好厝边。影片当中，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带着团队前往果园，关心受天灾影响收成的果农，也到沿海地区，听到受旱害来影响收成的渔民心声。拍着行动政府解决边缘化的口号，市长参选人陈廷辉19号上午伫咧桂林发布了第2支参选的宣导影片，强调要以实际行动带领团队，让民众感受得到政府就是家己的好厝边。
10年的议员，10年的立委，其实非常清楚地方基层的需要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行动政府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让人民感觉政府就在他的旁边，就是政府就是伫引导的厝边，咩啊伫引导的厝边，就是有效率，而且会当有解决代志的能力，会当互咱的乡亲时代感受到讲，因为疑难杂症的时阵，政府会当替因解决，所以行动政府要来解决边缘化，希望讲会当将咱这个合并了后，大家感受到一寡资源分配无平均的部分，会当真正用到咱的行动政府，互因的感受会当来解决代志以外，也可以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把所有的期待做一个整合。伫咧前市长赖清德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台南市后续的发展就要靠后一任的市长来带起来。因此，决心要投入市长选战的参选人陈廷辉，伊积极互民众感受到要成立行动政府的决心。伊也期待全新的团队，唔那是只需要来传承，嘛要有整合资源、解决边缘化的能力。行动政府就是要以陈廷飞的行动力、解决力、沟通力来作为最好的一个平台。我们未来的行动政府绝对不是只是站在办公室，而是我们真正走入每一个阶层，走入每一个地方，走入每一个区块，甚至是上山下海。我相信我们都要带着我们的团队，能够一步一脚印走到每个地方，去倾听地方的声音，来编列适当的预算，来取得更多人民的一个力量跟支持，跟他们的期待。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要的行动政府。伫咧影片发表记者会，过去所成立的每一个后援会会长拢亲自出席。当然，前台南市长赖清德竞选期间担任后援会重要人物，也现身徛台表达支持。面对初选大约只剩半冬的时间，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也会持续行入乡里，要让民众感受到伊真心为民服务的行动力。台南新闻张永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唐德宗纪念公园因为正前的动上事件，再加上公园周围设施老旧。因此，市府规划将古迹修复，甲公共艺术设置工程同步进行，预计以800万的经费打造新的圆环地标。唐德宗纪念公园位伫咧台南府城交通重要来往的所在，但因为这个公共设施已经相当的老旧，再加上正前有蒋公铜像向右落来事件，因此台南市政府文化资产管理处要将这个所在重新做一个整体规划改善，搭配周边的景点，希望会当让这个圆环公园变作台南一个新的地标。过去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环境这边，可能因为它是位处交通的一个要道上面，它整个一个环境上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比较久了，需要整理哈。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次古迹修复的一个过程，把整个一个公园做一个整理哈。那基本上我们在景观上面，我们会采取一个减法的一个方式，把一些长得比较不好或是一些比较杂生的一些植栽，把它做一些移除。那另外我们会新植一些草皮等等。那在整个一个铺面的一个设计部分呢，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是汤德章纪念公园，那它旁边的他的汤德章先生的一个雕像。那其实我们整个铺面设计，我们也在整个一个整体的规划上面，把
汤德章纪念公园这个雕像的一个区块，跟我们整个公园的铺面的一个区块做一个分区区隔哈。这个整体规划工程经费预计800万，会增加四周边植物的修整甲互相搭配，同时为着要祈求修复工程会当平安顺利。上午业者甲民政处的人员也到现场先先点香，进行开工祭拜，也宣告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孔庙有形甲无形的重要文化资产，文化局今年所推动的孔庙文化节，首次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办理孔学甲6个定参观体验。文化局表示，活动拢还未开始，不过拄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拢已经订满。台南孔庙是专台修学，今年嘛是孔子诞生2567周年日子。市府文化局伫今年孔庙文化节特别以天道灵通作为主题，举办一系列的仪式甲活动来推广孔子的教育精神。文化局表示，虽然活动拄宣布开始，不过包括点珠刷、开智慧、6个春观体验等等。一度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全部拢压满，回响热热。我想这几年来，孔庙文化节的活动当中，有一个非常深受家长重视的一个活动，就是点书斋启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哦。那这个仪式其实也是从县市合并之后，正式把它变成是孔庙文化节每年。由市长来为1年级的新生的小朋友来点朱砂开智慧的这样子的仪式。那过去办理的地点是在明伦堂，那我们从去年开始把它移到我们的大成殿，让整个仪式更加的正式跟隆重哦。那今年一样，在9月23号，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点朱砂开智慧的一个活动哦，也希望透过孔庙文化节活动期间，让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能够对我们的6艺有不同的一个诠释跟了解哦。去年文化局伫记者会中嘛展现一孔庙文化基金会所开发的文创纪念品，当中上界引人注目嘛值得珍重的，就是每一档拢邀请无同知名版画家所制作的装饰品。再过来这个建成的一个城隍社不过它这个在垫底呢，大家也许不太了解那么再来灰色调再来有一个红色套上去包括这个女生她是穿这个马褂呢，它是蓝色的那么袍呢是黑色的那么这个医生它是黑色和白色的，这个分得很清楚这个套过来了那么再过来就是皮肤色套上去，再过来黑色套上去，就是这么样。今年孔庙文化节包括各种的巡礼、导览甲体验活动，拢相当的丰富多元，嘛欢迎市民上文化局的网站查询，踊跃参与。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社会局推动食物银行，得到侪企业团体响应。现阶段就是利用区公所、家庭福利服务中心为据点，服务需要的弱势会当就近领取物资。对此，社会局为了感谢全年庆祥慈善基金会多年的关注，上午特别公开表扬。伫随服育儿中心的各家社长全年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将代表市价超过22万的物资，由社会局长刘淑慧代表收证。其实长期以来，市府伫推动食物银行当中发现，产像牛奶粉这款较高单价物资是老人甲囡仔拢需要的，但捐赠者相对较少，所以透过这摆捐赠，真正当减轻这弱势负担。我们基金会的母企业是全联福利中心，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民生用品的通路，因此我们在通路上面有优势，然后在物资上面的捐赠自然是我们的强项。那我们知道，在台南市在成立食物银行之后呢，我们就决定
由原来我们的爱心福利卡转而作为食物银行的食物的捐赠。那希望透过市政府这边告诉我们最需要的品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用最需要的品项来做捐助，然后希望呢在地的民众能够感受到不仅是企业的爱心，也能感受到我们身为基金会来照顾所有的弱势民众的心意。根据统计，该企业对1801年开始关键物资甲推动福利卡以来，已经做好上万人厝的弱势民众，有社会局长相当感佩。从101年一直到现在，全联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尤其在食物银行跟物资的部分。那我们在座的社工也是感同身受哦，就是我们社工需要去协助我们的这一些家庭的时候呢，他们有物资、有这个福利卡等等的，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真正的、直接的一个协助跟受惠。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基金会这边。关键会中毛在受赠民众代表亲手接下这批物资，场面温馨。李小菊表示，因的任务就是爱将特别的爱心传送到上界有需要人手中。等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日天气是热温有秋天，温度24度到30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9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亚珊，咱再会。